對歷史熟悉嘅朋友都知啊，奧地利係好早已經被納粹德國去吞併咗啦。有一啲當時嘅球會嘅取態好唔同嘅，譬如奧地利維也納啦，嗰陣時一個球會係叫做猶太背景嘅。咁其實佢同荷蘭嘅阿積士咧都係又或者係當時嘅拜仁慕尼黑咧，都係被標籤為猶太球會啊，猶太嘅球會。其實當佢去世嘅時候，無論阿根廷定係拿波里，你見到嗰個即係啲悼念嘅人嘅，唔係淨係人數，係嗰個情緒啊！哇！佢走出街去影相啦，做一啲記錄啦，啲人真係喊到咧。加泰隆尼亞咧係有佢自己嘅代表球隊嘅，即係好似國家隊咁。咁但係即係當然係不被國際承認啦。咁所以加泰隆尼亞隊咧，通常對嘅球隊咧就係巴斯克隊啦。法國係哇好種族大融和但係我成日睇新聞見到麥巴比都有投訴啲種族歧視。你睇到德國就可能剛剛過去嘅二次世界大戰80週年啦，咁大家其實都好讚揚，哎呀德國咧真係好勇於自己道歉咁樣。但係其實冇咩人去睇到，其實佢由二次世界大戰到東西德分隔之後所嚟嘅幾代人嘅創傷。咁我諗佢呢一本遊記最大同其他遊記最大嘅唔同嘅地方係一啲好真實嘅觀察咯，喺當地球場內外嘅真實嘅觀察。